大陸人才唔揀香港，陳啟宗嗌可惜。全球咁多地方唔揀，點解大陸人中意嚟香港揾食啊？梗係啦，人工福利差幾皮，講錯嘢又唔怕被消失噃。不過有位伯伯啊，好擔心啊。內地好多好叻嘅人呢，而家對香港呢有啲意見。而家內地有啲年輕人呢，再唔係學早嗰幾年咁樣呢，好向往香港，好想嚟香港讀書或者就業。呢個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一件事。佢唔肯嚟嘅話，就係我哋嘅損失，就係我哋嘅損失。更慘嘅係，佢哋今年頭半年賣樓比舊年上半年少咗，搞到恒隆地產半年賺少1成，基本純利都未跌1個巴仙啊！全靠物業租務帶動，成績表先至唔使滿江紅。但係零售市場差到咁啊，唔知租金收入會唔會有壓力呢？咁呢個唔可以怪別人啦，呢個只能夠怪自己啦，係嘛？即係內地人要嚟香港消費，我哋唔歡迎佢，喊打喊殺咁啊！所以香港個市場唔係好差，唔係好差，但係咧應該可以更好。不過咧自己唔係幾生性。